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4月13號，我係 Anna。我哋6位女優過大海去澳門1天遊，品嚐魚翅花膠湯麵同出名 Fusion 葡國餐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東涌搭 B6 巴士，大約20零分鐘就到達香港口岸大樓。穿過觀景山隧道、港珠澳大橋，今日天色大霧，有啲朦，就到達咗澳門關口大樓。今日係星期一，過關冇乜人，過完關選擇咗搭免費財神巴士。倫敦人站落車，穿過倫敦人酒店嘅裝飾都幾靚，可以打下卡。穿過門口行出去，倫敦人酒店外觀都好宏偉，都好靚，我哋都不忘喺度打下卡先。都眺望到澳門鐵塔，再搭26A 去路環，落車行幾分鐘喺恩尼斯總統前地公園對面，就係呢間路環碼頭麵館，隔離就係出名嘅安德魯葡撻。位於屠場前地嘅路環碼頭麵館共4層，我哋今日呢被安排咗上2樓，環境都幾優雅舒適，係有呢個88蚊嘅鮑魚花膠撈麵。鮑魚同花膠都細隻，花膠都腍嘅，冇乜味，麵都爽口嘅，但係有啲鹹。同樣係88蚊嘅魚翅花膠湯麵呢，就比較好食。嗱，一梳梳呢啲咪裙邊咯，或者條條一天9次你係真係識食啊！呢個江西麵線呢都好腍滑嘅，湯係冇味精，可以全碗飲晒。唔係因為你食條翅咧，你唔會乾爭爭咗食嘅。湯嘅酒都好腍滑，都好足料喎，有啲花膠仔。你而中意食味係啊，噌，味精先好味嘅有時。裙邊都幾爽脆。6個人就食咗584蚊，唔使加1，滋味好食，值得一試。最近呢，澳門興起食翅，各款食物嘅價錢都經濟實惠，嘢飲就10零蚊一杯。跟住就過咗隔離澳門安德魯餅店，試佢出名嘅葡撻，大約9蚊葡幣一個，外皮就過分鬆脆，蛋漿略甜，有濃濃嘅蛋香味。沿住10月初5馬路向右行，紀念公園呢塊碑係1910年葡軍對抗海盜而立。後邊就係呢間歷史悠久嘅聖方濟各天主教小教堂，人氣打卡點。轉咗直行環巷裏邊呢間澤園記，試下佢馳名嘅雞蛋仔，要咗原味，果然熱辣辣，爆蛋漿又夠脆，香脆好食，30蚊葡幣一底。朋友都喺隔離呢間澳葡金奇買曲奇，但係我覺得曲奇太鬆脆。再經過呢個恩尼斯總統前地，轉向右邊行，經過路環碼頭，周邊都好多海味賣嘅。行出去有人喺度釣魚，對面係珠海橫琴，有個好靚嘅藍色船喺度泊岸。行返出嚟隔離海關側邊條路仔上去，中段有間荔枝碗船廠片區，係銀河娛樂集團片區活化項目。入口有隻可愛嘅小雞同一台舊式船體嘅擺設。中間位置擺放咗一隻好靚嘅舊式帆船，我都不忘打下卡先。仲有2台靚靚嘅帆船模型，仲有各個介紹帆船歷史同製造嘅燈箱，仲有大屏幕影片介紹帆船，資料十分詳盡。行上露台呢，見到可愛嘅小雞千秋同可以遠眺遠景。再向前行就係呢間漢記咖啡。環境係平民簡陋，主打係手打咖啡。滿晒啦！炒你有㗎，開機。2次、3次，再嚟，3次。好嘢！我條啤係一隻，佢多奶。雖然係多奶，但係手打咖啡豆略帶酸味都好飲。手打咖啡凍28，熱22，同埋各款小食嘅餐牌供大家作為參考。跟住搭返25號巴士去氹仔官也街四圍揾好西食。本來想試下呢間出名嘅大利來記豬扒包，但太飽冇試到。喺官也街舊城廣記嗰度買咗手做圓粒杏仁餅，38蚊一筒。
朋友呢都有喺巨記嗰度買咗啲手信。原先想喺呢間老牌出名嘅山道士葡式餐廳食晚飯，可惜開6點我哋冇等到。全條街呢都充滿咗濃濃嘅牛雜香味，街尾有間聚香圓餅家。官也街行返出嚟呢，就見到有間邊拿總督大廈，外形都古典歐陸，有間出咗名貴嘅木偶葡國餐廳。好搞笑，呢間舊城街市呢有美食文創，1樓嘅美食店呢有食得是伏咪漢堡工房，好有鬼有食火鍋嘅同撈同煲。買完仲可以坐喺度舒適咁慢慢嘆。仲有呢間象雲出名嘅軟飯王專屬美食海棠肉鬆芝士拖鞋飯，跟住就喺地堡街呢間老牌車里哥夫嗰度混醬，58蚊買咗呢個出名嘅馬友瑤柱馬拉扎。個對面馬路呢，就係呢間出名嘅波爾圖葡國餐廳。餐廳呢，擺放咗各式各樣嘅餐牌嘅。餐廳細細間，一過咗6點鐘冇訂位呢，就已經full晒㗎啦。餐廳呢，好有歐陸葡式嘅情調，牆上邊呢，有細細張嘅掛畫同各款葡式美食嘅餐牌，仲有一個小型嘅酒吧。呢間老牌餐廳呢，係主打新派嘅葡式美食嘅，侍應呢，就只能夠用英文溝通。葡式乳豬釀飯呢，係今晚最好食嘅。乳豬燒得皮脆內嫩，又有肉汁同埋肉味。呢個炒飯呢，索咗啲肉汁，粒粒分明，軟硬適中，超好食。泰維拉海鮮酸辣意粉上台熱辣辣，肥美嘅青口、鮮蝦、魷魚、蜆肉都新鮮，意麵質感唔錯，爽口彈牙，味道呢就以酸辣為主。呢個免治馬介休肉加薯蓉脆炸馬介休球，炸得都香脆好食，味道就偏鹹。所有有機薯仔嘅葡式燒馬介休，味道就偏淡。佢就冇咁大個薯仔，就3個薯仔。辛苦你啦！我時令啊，時令薯仔。呢餐葡式晚餐6個人就食咗636個9，葡式風味，滋味好食。大家開心澳門遊都不妨一試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然後呢，就步行去威尼斯人，你睇夜色幾靚。然後搭返免費財神巴去澳門口岸過關。